你给他以问句的地方，好，地点问地点，好，妈妈在哪里拿菜？好，那我们现在是要接着要上下一个了，哈，然后大家在这里iraku mi mana namai mi tilit hau atau semua iraku在好比tanam mi tilit tu na itini i 讯息栏好，那么不管如何，你是在学习的，你tanam mi tilit tahu hau ai所以在你的作业上练习写看看哈，然后再看看kapot macam kuno kapot apikirir atau numiso 可以做一个学习。那可以的话，就尽量dilisan di i 讯息栏，你dilisan numiso tanaman numiso mi asip sausi，这个都是upinanam numita hau kuminian saka nanay malalu kita dilisan kun ni haratengan numiso macam numiso kena naman aswal hau mami tanam kita 互相学习hanago好打sarkatai好第一 kita irana 地点好问原因讲说不是地点是原因这里好原因这里那妈妈为什么拿菜妈妈为什么拿菜好 now 你阿拉吉因那杜拉登 now 是为什么你阿拉拿吉因那妈妈杜拉登菜所以我们可以模仿我这里你告诉他那个呀字根米达我的是阿拉你的阿努曼古米说我们上一次这个是无动词的咪动词好字根是动词好当他们好你上一次写的动词我们给第二三米说好说那个人第二三米说我的是mi lateng kuno mako 好anuman kun miso inajila ai 名词好 dilisan tanaman mi dilis now 为什么然后你怎么样几谁不要跟我的一样就对了哈 tanaman how 你写看看马上都说你 delete 那 delete 你讯息栏然后送出来我们大家一起练习来看看那我们也会有书写助理会帮我们注意看我们有时候在哈边那个歌iraku在哈布里达米能你告诉iraku 信息伊达图隆安努米达好可以帮我们看好个idea好个buka米delete好他们有好pertanyaan ini ni 讯息栏打马绕3好一定要问原因哦妈妈为什么采菜然后米沙登吉纳萨古努马哥曼萨古努米索好他们delete好 now 你沙登好你这边我们现在是名词哈好名词字根是咪动词的名词字根好名词弄到对等一下就被我动到了好今天好问原因这里好原因这里好 now 米拉登吉纳好他们amitirit好 now 为什么或是你嘎碎或者是你名词你嘎碎或是几谁或是在班内或是在谁好都可以写上来好但他们好
好，呀，名词努好，妈型的名词，好有打压，好打压工作，好，可能有的人忘记哈，我先把那个，好先打，好已经好，那这个，好，我先把打上来一下哈。妈型的名词，你好，高一点，你，哎，老师现在是咪型还是咪哎，型不是咪动词？型还是妈型？我咪刚型动词。是啊，好，那咪型，哎，动词可是它的字根是，哎哎。好，名词在这边，里面咪型的名词，里面好，米夫丁、米沙登，好，米兹鸠、阿法，老师，你的是动词还是名词？刚刚是阿拉。好了是阿栋，咪型，不是，我现在是在这里呢，哦，你现在是名词哦。哦，名词那我也是，对对对，哦，是那我写错，我要字根，改一下。好，对对对，在这里元音这里，好，好，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好，咪型的名词字号。可能有大家忘记了哈，因为中间来念好，米夫丁名词号夫丁，好，第二个沙登，第三自救采贝类，这个第四阿发，第五玛丽，好，第六迪丽，第七的嘎浪，好，八果蒿，第九吉浪，第十嘎穗。11嘎布，12一这，好这几个好名词，咪型的名词好，我爱有马的等爱努米说，还你今天好，你今天按这个你你的生努米说好，好马的多，马的多我就弄下来哈，好好。好，好问原因哈，也最下面这个，为什么妈妈为什么采菜？好，然后米拉登起因啦。好，伊拉这个马尔盖都阿米地列好。好，我们先看好了。书写你的是要改哈。我改了，我改了，改了，已经改了，在下面。在下面。好，那我们先看到那个马美惠老师的哈，对，美惠老师啊对，少香过农民酸啊对。那个，哎好。奥米夫丁着妈妈，爸爸他们为什么抓鱼？哎，好，谢谢哈。哎，那为什么一夫定抓鱼在妈妈、爸爸他们哈？爸爸他们为什么抓鱼？好，好，林陈学胜，哎，欢迎你，哎，老师，我是之前的法律幼师啦，只是啊，2是哦，年而已。我以为是新的学生，哈哈，法律幼师好，来，然后比玛丽过来问我儿子在一边温度案，为什么那个小孩一个人在运动场打球？好，谢谢。Now 米玛丽为什么打球？古拉娃娃那个小孩啊，只在一个人，以比温度暗，比温度暗啊，比温度暗哈。啊，你们习惯是比温度暗还是比温度暗？老师这个字我不确定，所以我可能得写错。是啊，那通常我们是日文的句子温度比温度的话，那个 t 念成这，还对 d a b c d 这个比温度暗，还对，就运动场。好，对对，好，很好，这样写的很棒。好，
那个为什么那个小孩一个人在运动场打球？好，谢谢。Alios， 好，念了你的中文名字，陈学胜。好，然后好，好试看看哈。Anu mahrek to， 好，第一声第一再来，好，在那个讯息栏啊，如果你也可以在你自己练习写看看，好，自己念看看，好，啊，对，比温柔按还运动场，好，谢谢。好，然后米沙登记那我的是这样哈，那刚刚那个美惠老师的是 now 一副丁在妈妈这样啊，你陈学生法律的是 now 米玛丽古拉娃娃阿兹在以比温柔安，为什么那个小孩一个人在运动场打球？好，阿努，如果你还在写，好，没关系，继续写，然后再送上来。好，Sandy，还好，好，欢迎你。嗨，晨曦。Now Miss Gill 古兰娃娃，那个孩子为什么在踩贝类？对，好，很好，谢谢。然后 Gill 老师，Gill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你Gill对，你写对了。贝类对哦。对了哈，好。然后Miss Gill 古兰娃娃，为什么那个小孩才贝类？好，很好，谢谢 Sandy 哈。好，然后你第六套笔数号还在写，没关系，继续写。那我们接着还有下一句哈，问方法哈，妈妈如何采菜？妈妈如何采菜？妈阿嫩是如何？妈阿嫩是怎么如何？你赢了，妈阿嫩你赢了啊！你傻灯。妈阿嫩如何？你赢了是妈妈哈啊！米沙邓采菜，好，让他们写看看。好，妈阿嫩是一样的，后面的句子，看你刚刚的句子都可以直接写上来。妈阿嫩，好。妈阿嫩你呢啊？米沙邓，好。妈妈如何采菜？如何我们叫做马安嫩，马安嫩好，你赢了，妈妈啊，米沙登采菜，所以你可以照着这个句子来写看看。好，马上都给你书写，好的，书写。嗨。马嫩你个走啊，米吉郎，个走如何砍树？好，谢谢。马嫩，好，怎么如何？你个走啊，个走啊，你给让砍树，个走如何砍树？谢谢苏贤。好，其他的哈，好先慢慢写，慢慢我们直接套。好，好，马美惠老师，好，其实都
哎，係这个能嘛讲，能好讲啊。7:17，7:17。嗨，马阿嫩那妈妈阿弥佛定，爸爸们如何抓鱼？好，谢谢。好，马安嫩如何？好，那妈妈、爸爸他们啊，维夫定抓鱼。好，爸爸们如何抓鱼？好，谢谢。好，至 Sandy 都 Sandy 其實都好 Sandy 其實都還马安嫩古拉娃娃啊，米子 Q，那个孩子如何采集贝类？好，谢谢哈。因为好，一定好那个 Sandy，古拉是那个，因为是那个应该是要说那个孩子是应该是等一下我们会想到哈，等一下马安嫩努应该是努拉那个孩子是在做的是那个孩子，所以努拉娃娃啊，米子 Q 要讲，所以这个古拉也可以努拉好。Matanya to Sandy. Maanan nura wa mitio. Hai tanah mahal. Salof hato kena kura kawe nura. Hao arai. Salof 是订正好 ，Salof 是订正好。好 ，Falios 好，其实都。Maana ni kakak mi ejak pakai sakurawit jingla mi ejak。个怎么采槟榔？他用那个长柄钩子采槟榔。好，好。Maana ni kakak mi ejak oh， mi ejak Maana你嘎嘎采槟榔嘛？好啊，米这我们这里的话，采槟榔的话，我们要会说米阿拉，古拉维套。Maana你嘎嘎米阿拉后面你有写，好，我念完好。Maana你嘎嘎米这米巴嘎萨库拉维巴嘎萨库拉维。金拉米这好，如果这句子的话，这样有一点点不顺哈。那你嘎嘎你阿拉多一只，哪边可以说？哎，一只，爱米的一只就是采槟榔，采槟榔哈。那你嘎嘎米的一只，嗨，米的一只盘。如果是说米采槟榔，可能我们要说米阿拉的一只这样嘛，好。对。采槟榔。还是那个，那你嘎嘎米古拉维一只。对。要是因为它后面古拉维在后面，那你嘎嘎因为他后面有在讲说他用什么方法。所以他现在是，所以他说哥哥怎么采槟榔？我这样讲，米这个米阿拉短一只应该这样还比较好。米给一只，那你因为后面他要写古拉维。米阿拉一只。好，那你嘎嘎米阿拉多一只。好，后面说，那就回自问自答。巴嘎萨库拉维，巴嘎库拉维。Pagka kurawitan pagka kurawitan 宁ra，因为景ra这边应该是宁ra。pagka kurawitan 好，因为是工具嘛 kurawit pagka kurawitan 宁ra米阿拉多一只拿槟榔采槟榔，我们叫米阿拉。试看看哈，我在老师买回来，老师再听看看哈。Maana ni kakak mi ala to ijab 问句嘛哈。Paka kurawitan usa kurawit 还是如果说 kurawit 的话，你要直接sa kurawit 这边不要把它用 kurawit kurawit sa piala ningra usakurawit ko
sapi ala ningra do ijab。这样子，美惠老师这样可以吗？sakurawit， 他用那个长钩嘛，kurawit ku sapi ala ningra do ijab。这样是很好啊。对对，可以哈。好，好，法律才能好比较顺一点哈。mana ni kakak mi ala do ijab。好，他说sakurawit ku sapi ala ningra do ijab。他用那个长钩来采槟榔。好，这样子。好，老师，哎，请问一下，米一这就是吃，所以米一这是吃槟榔。对对啊。哦，所以采槟榔要用米阿拉读一这。米阿拉读一这槟榔，采槟榔。所以一般讲米一这都是吃槟榔。哦，好，谢谢老师。好，谢谢。好，所以法律是应该是我，萨洛法多好订正，萨洛夫是订正。好，谢谢法律。好，然后我看看下面。好，maanan nura wawa mitsukiu， 对，身体这样子可以。好，谢谢。好，首先阿弟再念看看才会加深印象。嗨。mana nura wawa mitsukiu， 那个孩子如何采集贝类？对，好，可以，好，然后好，法律赛嘞，好，那订正对说好，阿西本阿嘞。还maanan ni kakak maanan honors。对。ni kakak tu mi ala tu ijab ku sakurawit ku sapi ala ningra ijab。ku sakurawit ku sapi ala ningra tu ijab 这样。你不是哦。tu ijab， 对，他拿的是 ijab， 所以这边叫tu ijab。ku sakurawit ku sapi ala ningra tu ijab。好，谢谢哈。好，再修正一下就可以了哈。好，mahruk 好，这个第二个咪型的动词字根 mahruk， 我们接着下来哦，我要从头先讲一次哈。好，因为我们今天是有稍微有加那个一点点，好，点点这个好。今天我们加了这个受格的这个格位标记哈，有可能会等一下会用到。我们刚刚已经有人已经有用到 do 或者记案，好，还有在案，还有和地点或用 do。好，在这里可能等一下会用到这个曲线这个地方。好，下一个呢，念好受格的地方是 do ni do ra do ya。好，等一下会用到，像刚刚那个，Sandy 说 gura， 我们刚刚就改为什么 nura 哈，gura。好，再来就是会用到这个受格的地方 ，isunan、takunan、zangranan， 好 ，tamunan、taminan、kitanan， 好 ，zangranan， 好，可能会用到这个哈。那好，再来就是我们一样哦。好，我这里有一个主语加中文，然后学员也一样主语加中文。好，可能那个格标记或是那个受格的那些标记可能会有不一样。好，那你们再不要跟我一样就对了。好，接着好，今天是我们这里哈，妈型的动词是。动词的字根，好，你自己想看看如果你自己有你自己的动词字根，可以用你的。好，百年文化考古呢，动词字根。好，动词字根好，在这边右边这里妈型
动词的字根。好，偶西，好，第一个是偶西，就是讨厌，偶西。好，第二个 ilol 思念。第三 fugir 不会，好 fugir 不会。好，再来第四个 doas 长大 doas 好，这个里面打哇笑。这个呢，第六个 sasak 是出来，好，或者是出去。这个比多伏跌睡觉。这个法鲁格德生气，好，格德生气。好，第九 riang 就是很坏的意思 ，riang 紧啦 ，riang 第九个很坏，或是脾气很坏这样的意思。好，这个我的 firang 也是生气哈 ，firang 跟 firang 跟 格是一样的意思哈 ，firang 跟第八个德是一样的意思，很爱生气哈，或者脾气不是很好。好，沙包之灾打捞害怕，打捞害怕。沙包杜萨瓦冈山就是曼谷的中文上，瓦冈是袒露吗？羊躺着吗？啊，羊面朝上躺着吗？哦，对对，躺着瓦冈山嘛，蝴蝶这样哈，就平躺这样子，瓦冈山啊，没有像睡觉一样就平躺在那里，瓦冈山啊，嘛蝴蝶，再来好，就是这几个哦。好，那么好，你先找一下一个动词的字根。好，1分钟看一下，看你要哪一个。好，等一下我们会用到这个字根。如果你也有你的想法，你就用你的也可以。好，马上多好，可以了，我放上来哈。好，萨拉嘎呆第一句哦，肯定句子，肯定的句子。好，妈妈在笑我的朋友，妈妈在笑，我的动词这根是笑，打哇。好，所以主语是这样，妈形动词，妈打哇。啊，在笑，其因那妈妈杜威桑努马固，杜威桑是朋友，努马固是我的，所以就说妈妈在笑我的朋友，杜威桑努马固，好，我的朋友，好，你写看看你刚才写的那个字根，好，加上那个妈，好，然后这里的我是写因那，你可以写。或者是扎班奈，或是古嘎嘎，好，或者是都可以。读以上或是什么都以上，你可以改读什么？读好看，因那妈妈或是嘎布都可以。努马固我的，努马固，努哦。句子有一点点那个，然后稍微比我们上一次几周稍微有点增加，好，受词的部分，好试看看哦，没关系，我们就写看看，好，在写的当中，我看到那个法律是他订正的哈。好，法律是你念看看好了，等下再好。好，Maana ni kakak ni ala tu icap, u sakurawit ku sapi ala ningra tu icap。如果采槟榔，还用长柄钩子采槟榔。好，谢谢，好。
好，阿诺马勒多，好，给它放在那个讯息栏号。好，大家可以自己练习。你不敢送上来也没关系，你自己私底下练习写看看。好，那当然你把它放在那个讯息栏是更好哈，因为大家都在一起来练习。好，这一次是肯定句子哈。第一个，妈妈在笑我的朋友。好，那达瓦是笑在笑哈，谁？吉伊娜妈妈。好，她笑谁呢？杜伊桑努马古。好，我的朋友。好，他说妈妈在笑我的朋友。马达瓦吉伊娜杜伊桑努马古。好，马上都给你发六号。好，首先发六。Maelon kusafa aku tura mapatayai apusi。我妹妹想念那只过世的猫咪。好，很好哈。马伊洛思念哈，古萨法阿古我的妹妹。好，杜拉那个马巴达亚阿不是啊，死掉已经死了的猫咪哈。对，句子这样写对了哈，很好。好，马伊洛古萨法阿古杜拉马巴达亚阿不是，我的妹妹想念那只过世的猫咪。好，很好，好，谢谢。好，就像这样子很能好呀，法律是这样写，像他这样子写就对哈。第一个是你的那个动词字根，好嘛怎么样？好，那这边就是那个看是名称，记谁或是他是顾沙发阿顾，他是我的妹妹，或者你可以说顾嘎嘎阿姑，好怎么样？好什么杜拉，或者是杜拉什么东西？好，这样就完成了。好，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信息好。那么你得了好，那么本来就说可以写上，让大家也来学习看你的句子哈，让还在学习的那个弟兄姐妹可以学习看你的那个写的句子。然后我还找不到那个动词的字根吗？有没有要不要再想要看一下？然后我在还没有找到那个字根的吗？动词字根。好，我再弄上去好了，再看一次哈。好，妈型的动词，你搞完了这边哈，右边这个好。好，第一个好，偶戏很讨厌，好，偶戏。好，第二个 elor 思念，好，刚刚那个法律是用 elor 哈。第三 fugil 不会的意思 fugil fugil 好。然后第四个 do us 是很就是长大很大 ，mato us 也可以，就是很大的意思。好，打瓦小打瓦。好，大概第六个是 sasak， 马 sasak 出去，好 sasak。好，第七福跌
可以写马夫爹。好，第8个 geder， 骂人或者生气哈，骂 geder 这样。第9 riang， 就是很坏，心地很坏，骂 riang 好，谁谁谁好，骂 riang。然后第10 virang 也是生气或者是很爱生气，骂 virang， 骂 virang 谁，骂 virang 生气了哈。11打捞害怕，骂打捞可以用骂打捞。好，12是瓦缸，骂瓦缸啊，就是平躺在地上哈，是床上都可以。好，马肉的号就换回来哦。好，我们今天写的是第1个号，第1个肯定句子哈。妈妈在笑我的朋友。Matawa Cina tu isang numaku， Matawa 笑谁 ？Cina 妈妈，她笑谁 ？tu isang numaku 我的朋友，这样子。好，harap tuku ni 信燕，好嘞，你说好啊，首先好可能没说。来，mabawa si阿公aku itakuanan， 我的阿公忘记我了。哦，好，很好，好，谢谢，好，信燕。mabawan 就是bawan是忘记，好，前面讲个mabawan 忘记了哈。谁？是阿公，阿公了哈。是阿公阿姑，就是我的阿公哈。大姑啊难我，那个受词是我大姑啊难，所以我的阿公忘记我了。好，很好，信燕很好。好，看他们好，tulisan yo。好，先写第1句，后面因为都一样的，好，稍微改一下。好，有第1句，然后第2句你就写的就会，因为我们等下是问句跟否定，好，你根据你刚写的句子就可以了哈。好，苏贤，好，收到，好，谢恩。嗨。Matalau kulawawa tu kalapiyat nu kalayan， 那个小孩害怕天上的闪电。好，谢谢。Matalau 害怕啊，打扰是吧？害怕。Matalau kulawawa 那个小孩，tu 好。Kalapiyat 是闪电哈 ，Kalapiyat 好，也可能有人还不知道哈，真谢谢苏贤新的，对，也许对有些人是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哈。Kalapiyat 就是闪电。好 ，no kakarayan 是天空哈，天上好，天空都可以说 kakarayan。Matalau kulawawa tu kalapiyat no kakarayan。那个小孩害怕天上的闪电，好，天上或是天空都可以。好，很好，谢谢苏贤。好，这边可以写到 kakarayan 是天空，好，天上都可以。kalapiyat 闪电。如果是打雷，我们说打雷叫 mafutilit， 好，闪那个。打雷。好，如果那个 no kakaren 可以 futili 啊 ，matalau kurawawa tu kalapiyat no futili 啊 ，futili 是打雷啊，打雷的那个闪电啊，可以这样写。好，然后好，anu awai 都好，我们就要进行到下一个句子哦。好，如果你还在写，就继续写哈，尽量写哦哈。我们是在学习，那么给大家个，kaya kata lau 哈，kata lau， tulisan 好，我们才可以说练习说哈。tanam mitulis atau semua 好，第2句哦，疑问句好。anu在学卡的第1句哈。继续写好，把沙拉根好，等一下我们一样可以练习，好念好疑问句，好，他说妈妈
在笑我的朋友吗？同样的句子只要加一个 how， 问句后面加一个 how， 就变成问句哦。他说 Matawa ciina tu isang numaku how， 就变成问句哦，疑问句哈。Matawa ciina tu isang numaku how， 妈妈在笑我的朋友吗？好，那那么好，按照你的句子。不一定是用你刚刚的，要另外写都可以，你用你刚刚的句子也都可以。好，等他们有好，马头古尼阿美惠老师，好上面的哈，好，星星上一句的，对，好，可以。Hari ang ku kakak aku turawatsu。哥哥对那只狗很凶。好，很好，谢谢哈。Marie Ang 就是刚刚讲说很坏，或是对他很凶。Marie Ang 就是那个人很坏哈。然后哥哥顾嘎嘎阿顾就是我的哥哥，对谁？那只狗杜拉瓦住，对那只狗哈。我哥哥对那只狗很凶。Marie Ang顾嘎嘎阿顾杜拉瓦住。好，谢谢美惠老师。好，下一句哦，疑问句哦。好，那能不能答萨里嘎嘎？好，弟兄姐妹们，好，那能不能第六号仿照这个句子？好，妈妈在笑我的朋友吗？Atawa ciina tu isang numaku how？好，你苏贤好，等一下。还Matalau kisutu kawas好。怕鬼吗？对，很好哈，谢谢。马达捞害怕谁？提出你害怕什么东西？杜高瓦斯鬼哈。好，加一个问句，就变成你很怕鬼吗？你怕鬼吗？好，马达捞提出杜高瓦斯好。好，其他的好，咱们有好，别列灯。好，马上都给你。好 ，Adios， 好，首先给你提一下，你说。好，谢谢。Moralis apa keter kura sensi tu mitilisai ningra好，那个老师经常对他的学生发脾气吗？好，很好哈。好 ，Moralis 是常常哈，经常，Maketer 发脾气。Mararis Maketer kura sensi 那个老师都好，mitilisai ningra好。他的学生吗？那个老师经常对他的学生发脾气吗？好，很好，这样可以，好，很好。Mararis Maketer kura sensi tu mitilisai ningra好 ，mitilisai ningra 就是他的学生。好，很好，谢谢。好，信燕，好，技术多。Mabawan si Akong tu Pinukaya Lalang好，阿公忘记回家的路了吗？好，谢谢。好，Mabawan si Akong，好，阿公忘记，好，
度 Pinukayan 回家 Pinukayan Alalan 就回家的路。好，后面加一个好吗？好，对。阿公忘记回家的路吗？好，很好哦。好，Bapak忘记阿公度 Pinukayan Alalan 好。阿公忘记回家的路吗？好，很好。接着，anu ira mitililai 好，继续写好，我们就要进到第3句哦，否定句子，否定句。妈妈没有在笑，妈妈没有笑我的朋友。好，前面加一个 zai katawa， 前面加一个 zai， 好 ，zai katawa 就是没有笑 ，zai katawa ji ina tu wisang numaku。妈妈没有笑我的朋友，好，这否定的，所以这个句子里面加一个za爱就变成就是没有笑，啊，za爱嘎达哇没有笑。因那读为上了嘛故我的朋友，好，那么好，你跟你刚刚句子一样，前面加一个否定的，加一个za爱变成否定的句子。好，第3个否定的句子，好。妈妈没有笑我的朋友。Saya katawa Cina tu wisang numaku。好，慢上古努米说，好，前面加一个在就变成否定。好，其他的那个弟兄姐妹写着试着写哦，写看看哦。好。tanam mitilis。好，马上读你。好，好看一下。好，信念，好，好嘞，你说都好。在嘎巴湾及阿公读法法希吉米拉，阿公没有忘记他的妻子。哦，好，没有忘记他的妻子。好，在爱嘎巴湾，在爱嘎巴湾及阿公读法法希。好，吉伊拉这边应该是你伊拉。好，在爱嘎巴湾及阿公读法法希，你伊拉，你伊拉他的太太。好，信念好，两问好，吉伊拉是他而已。要你伊拉他的太太。好，谢谢他的妻子。好 ，Falios 阿里基苏多。老师好像上面还有一句。好，还有一句好，还没写好啊，上面了。好好，好，那个在下面还有一句是吗？
好，那就去苏贤嘛打 lift。好，苏贤，给说，来，来，在嘎达捞古拉娃娃的瓦祖努菲奥，嗯那个小孩不怕邻居的狗。好，谢谢。在爱嘎达捞不怕，好，古拉娃娃那个小孩，多挖住努比要邻居的狗，好，很好，那个小孩不怕邻居的狗，好，很好，写得很好，好。在爱嘎达捞古拉娃娃多挖住努比要，好，完整，好，再来，好，adios，好，结束多，谢谢。在搞西搞过读宾南南读书完诺阿密斯，我没有不喜欢学阿美语。好，很好，在爱搞西。不会不喜欢的意思哈。在爱搞戏，在爱搞戏的歌我没有不喜欢，好，我没有不喜欢。都binanam tu suano amis，好，学习 binanam tu suano amis，学习说主语哈，学习阿美语、阿美都可以哈。在爱搞戏的歌在爱搞戏的歌。杜宾南南，杜宾南南这边很像，在搞西嘎哥在搞西嘎哥闽南南这里应该还有这样比较顺，在搞西嘎哥杜宾南南有点，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度，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写说，在爱搞西嘎哥闽南南杜苏瓦诺miss，要写闽南南，好，在搞西嘎古闽南南读苏瓦诺miss，我没有不喜欢学习阿美族语，好，这样子，好，谢谢，好，萨洛法多尼adios，好，再来就是好，美惠老师，adik soto，差不多。来，Dari angku kakak aku tura acu。的哥哥不会对那只大象很凶。哦，好，谢谢哈。爱卡里安没有对他很凶哈。古嘎嘎阿古，我的哥哥杜拉那个做大象，好，我的哥哥不会对那只大象很凶，好，很好，谢谢美惠老师。好，爱卡里安，古嘎嘎阿古杜拉做，好，谢谢。好，那订正的哈，你好。Adios are sausiin hatsa。Hai,在爱搞西搞过阿米南南读书完诺阿密斯。对，很好，这样就比较很顺哈。好，谢谢 Adios。好，那么还有这个念否定句子哈，下面如果还有人在学的话，好，继续写哦，写上来，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再看看。好，下一个句子是被动的句子哈。被动句，好，我的朋友被妈妈笑，我的朋友被妈妈笑，好，他说马嘎达瓦就是被笑了哈，马嘎达瓦谁在笑？你赢了妈妈啊，马嘎达瓦你赢了，故谁为上努嘛故我的朋友，所以他说我的朋友被妈妈笑，好，你只要改你这个前面那个马嘎。本来是看你是马嘎欧西的话，就马嘎这样子，被讨厌或是被什么的。我的朋友被妈妈笑，我的句子是这样写：马嘎达瓦你赢了古威桑努马古，马嘎达瓦是被笑哈。你赢了，妈妈好，被妈妈笑。马嘎达瓦，你赢了。谁呢？古威桑努马古，我的朋友。
Makatawa ni ina无伤努马库。我的朋友被妈妈笑。Aman sang kuno miso, học thì đi lên.琪琪，哎，我们的这个还是要加马嘎。嘿，对，嘿，马嘎是被什么？马嘎我们的马嘎。对的，安利昂米苏嘛，马嘎里昂，就是背很凶哦。对，被凶了，被凶了，你说很凶的被凶了，我的是被笑了，马嘎达瓦，马嘎艾路呢？被思念了，被思念。啊，马嘎伊罗，马嘎欧夏尼被讨厌，被讨厌。好，阿来。好，等下咩好？好，马上你法律好，好，马上跟你法律才首先法律同你说。谢谢。大家做完读完都加工，马卡伊洛努波鲁努鲁马金了。虽然阿公离开了，他还是被家里所有的人思念着。好，Dala itu antu ci akong啊，虽然阿公已经走了，好，Dala itu antu 就是离开的意思哈，就离开了，阿公离开了。Maka elo 被思念，哈，被思念。Maka elo no bolong no loma cingra，哈，家里的人都是被Maka elo 被思念，哈，我们家里的他还是被家里的所有人思念。Maka elo 被思念，哈，好，很好，谢谢法律上西班牙好，到了做。itu antu ci akong啊，虽然阿公已经走了，maka ilo no bolong no loma cingra 啊，家里所有的人还是被想念了哈。他虽然走了，家里的人全部都他会被想念这样子，被思念哈，被家里所有的人思念。好，这样子写，好，很好哦。法律写的。很好，好，苏贤，阿里给苏多。哎，maka osin你嘎照顾娃娃你把奈，把奈的小孩被嘎照讨厌。好，谢谢。maka osin 被讨厌哈，谁呢？你嘎照好，讨厌什么？古娃娃你把奈的小孩啊，所以说把奈的小孩被嘎照讨厌，好，很好哦。好，然后好，慢慢会老师好，提出多。maka osi nuwawa kurang record。record，好。record 好。
那件衣服被小孩讨厌。好，谢谢。好，我高兴被讨厌。那个小孩努拉娃娃什么东西？古拉里挂，好里挂，好，这是里挂，大家会订正。好，衣服哈，那件衣服被小孩讨厌。好，句子是这样子练习。好，我们先暂时休息哦。好，先暂时休息10分钟。好，那我们在13分的时候回来。好，那我们大家先休息一下。好，等一下在下面的句子就是，如果你想要先写都可以哈。下面是祈使句哈，祈使句。好，休息一下。好，马卡哈拉登应该吉阿公还是？等一下我想一下。马卡哈拉登吉阿公读安安努马古，好，可以，对，吉阿公，因为是自己的亲人，所以吉阿公。马卡哈拉登吉阿公读安安努马古，我的名字被阿公想起来了。好，谢谢心燕，很好，写得很好哈。好，就这样子哈，就是被动的句子。好，打他们好，我的朋友被妈妈笑，maka tawa ina bu witlang numaku，那就心燕的是 makara登，想起来，被想起来。老师，嗨，那个哈拉顿是不是咪型的？所以哈拉顿是咪型的，好，看一下。是米哈拉顿吗？哦，对，好，等一下，好，哈拉登，咪型的，米哈拉登，对哈，咪哈，不能再。这是跟我们这个不太一样，它那个是不是那个被用巴嘎哈拉登啊？对，它也是被动啊，它是被谁想起来？被想起，也可以呢，哈拉登可以呢。马哈拉登，我想起来，是马哈拉登还是马嘎？也马哈拉登的时候被想也可以用吗？巴嘎哈拉登、马嘎哈拉登都可以啊。书写那个妈可以到巴嘎吗？马哈拉登跟巴嘎哈拉登可以这样吗？巴嘎是不是死？让谁想？所以变比巴比吗？但是如果你是马哈拉登，是谁被谁想？我的名字被阿公想。所以他是如果是马哈拉登，你阿公马嘎哈拉登，是不是要你阿公古安安努马古？所以是马嘎，句子是有点怪哈。马嘎哈拉登，可是因为我记得马嘎哈拉登可以。马嘎哈拉登，其实哈，你都想得起来啊？马嘎哈拉登才叫有，马嘎不行啊，马嘎哈拉登。这是马哈拉登才马哈拉登，可以哈，所以马嘎是不行，要不然就巴嘎哈拉登好，所以那就马嘎哈拉登。好，那就信燕这里的话，那个哈拉登，马嘎，所以咪型改被动式是咪变妈就好了。它现在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写妈型，所以是变马嘎这样。马嘎是马嘎，所以老师他的是不是改成马哈拉登？对，马哈拉登。你阿公古。安安努马古，所以不能马嘎哈，它只能马哈拉登。那我们现在是马嘎，对，因为它用到咪型的那个字根。是哈，好，信燕你在前面这个马嘎，你就再改一下，看用什么马嘎什么及阿公嘛。
maka fukir maka tawal maka tawal是忘记的话呢maka好 fukir 也可以呢maka fukir 可以吗？阿公忘记 mafukir 了，想不起来。maka 心燕，你看看这边用什么 ？maka 的 maka fukir 不会忘记了我的名字，也可以这样写。好 maka harateng baka 的话用把的话就可以。现在因为我们今天是maka 好，新的那多好，3分好，订正一下。如果是说马嘎达瓦尔，马嘎达瓦尔也可以，我就说忘记哈。马嘎达瓦尔，马嘎达瓦尔，你阿公，马嘎达瓦尔就变成叫你啊，马嘎达瓦尔你阿公，马嘎达瓦尔是阿公啊，马嘎达瓦尔是阿公杜安安努马哥，好，马嘎达瓦尔就是忘记了，大家就用忘记好了，好。好，心燕好，马嘎达瓦忘记。好，美惠的那个老师的那个订正的哈，我已经首先那个好。Maka osi nuwawa kura record 好 record 改了哈好来谢谢啊来星星来那件衣服被小孩讨厌好被孩子嫌弃讨厌啊嫌弃也嫌弃应该是嫌弃哈好有人在旁边听呢讨厌啊嫌弃还对我们中文好被嫌弃被小孩嫌弃好然后好，被动句这个句型哦，好，我的朋友被妈妈笑啊，马嘎达瓦，我是马嘎达瓦啊，你的呢马嘎什么的，好。好，那阿瓦多好，这个句子我们刚刚已经写了，大概也差不多哈。那我们就写下一句哦。下一句是那个祈使句哈，笑我的朋友啊，祈使句也是肯定句的哈。katawa， 读一声妈妈哥，笑我的朋友，好，肯定的祈使句。katawa 读一声妈妈哥。好，写两种。好，第二个是Tawaan kuilang lumaku， 笑我的朋友。好，有两种说法哈。那两个句子都要写哈。Katawa kuilang lumaku， Tawaan kuilang lumaku， 好，这两个句子。好，tanaman anman kunung说号。好，pilih di ni di 讯息栏。好，除了分号。tawa， 前面加一个tawa， 读一声了嘛哥，笑我的朋友。好，tawaan也是一样哈，就笑。tawaan 读一声了嘛哥。
好，รัตนติริไล好。嗯嗯，哎呦，好，前面刚有人写 riang kariang 也可以哈 kariang kariang 都什么东西 kariang 好，前面有人写这个哈，搞西也都可以再写上去哈。搞西恩，搞西的话搞西恩，有什么kariang 也可以用哈 kariang。好，rất menghargai hai。好，好，看到那个谁，好，米粒，红米粒。我不知道这样是对吗？我刚刚进来，我这搞电说伊玛比尼应该不是你应该你的起始句肯定不是这样吧？搞不电多，你可以啊，搞不电多。好，搞不电多伊玛蒂尼，好，可以啊，你现在去睡哦。嗯，搞不电多。福电是，福电是动词嘛？福电是算什么？等一下我看一下。电是，福电对啊，这个动词啊，对，刚好是我们这个对啊。搞不电伊玛蒂尼，好，现在去睡啊，可以啊。然后第二个句子啊，福电安有没有写？第二个句要两个都写，福电安。Kemudian to imat ini， 好，好，要写两个，第二个顺便写一下。好，信燕，好，马上tulis好，好，邵西恩。Kapawan to Itakuana，请忘记我吧。好，啊，第二个呢？哎，有第二个。第二个也我还是会想念你哎。哎。Pawanan, pawanan, 好，我们就这样。pawanan to itakuanan， pawanan to pawanan， 好，kapawan 是第一个嘛哈 ，kapawan to itakuanan 啊，请忘记我了哈。那另外一个 pawanan to pawanan 要写再加，两个都写哈，同样的意思了哈。Pawanan to imat ini， 啊不是 ，pawanan to kako， 啊这里这个就可以写 pawanan to， 好 ，Fadios 好 ，Maroto 好 ，Kisuto。谢谢。Hati-hati kawakan i kafutihan kamu awawa. Pakanan i kafutihan kamu awawa. 你们小孩去躺在床上吧。哦，好，念一下。阿弟，来，好，去吧，是吗？你阿弟。kawakan。鼓励。
啊，讲无力无力。无力，好，可以，阿弟也可以啦。来，去睡觉哈。甲我讲伊甲不得安甲么啊我也可以啊。甲我讲，来，阿弟，来，你们小孩子去躺在床上啊，赶快平躺啊，躺平就是一样。甲我讲伊甲不得安甲么啊我孩子们赶快到床上躺下去，好，可以，好，再来就。我kangen i kaputian kamu我kangen i kaputian 我kangen i kaputian 这边应该加一个kamu前面加一个什么我kangen i kaputian 我 kangen i kaputian kamu awawa 我kangen i kaputian 前面应该加一个什么东西 kamu awawa 我 kangen tu i kaputian kamu 我 kangen tu我 kangen tu kamu 我 kangen tu i kaputian 我 kangen i kaputian kamu awawa 好像勉强可以好阿弟，好，来，我刚刚以卡夫蒂安卡姆阿娃娃，好，来，孩子们躺在床上，好，第二句是我刚刚以卡夫蒂安卡姆阿娃娃，你们小孩去躺在床上，好，可以这样念起来，不知道别的老师有没有意见这个句子。好，anu iraku 好，可以提上来哈，把sipanaan kami anu iraku 再改一下。好，我kangen i kaputian kamu awawa， 我 kangen i kaputian kamu awawa。好，美惠老师好，Kisuto。嗨，Makoto好。嗨。Katalau tu tauki numita。Talawan tu ku tauki numita。ku tauki numita。要我们的老板。要怕我们的老板，好。Katalau tu tauki numita， 要怕我们的老板要敬畏他了哈。Talawan tu ku tauki numita， Talawan tu ku tauki numita。好，对，可以。你看看我刚刚上面那个法律这个美惠，你看第二个句子哦，我kangen i kaputian kamu awawa， 这样子有没有一个地方是不是需要加什么？我kangen， 对啊。kangen i kaputian kamu awawa， 这一句。我kangen i kaputian kamu awawa， 那namu 是不是比较？namu， 我kangen i kaputian namu awawa。namu，因为他是叫小孩子嘛，所以是kamu哦，应该有kamu。我kangen i kaputian kamu， 也kamu awawa。我kangen i kaputian 讲kamu awawa， 我kangen i kaputian kamu awawa， 其实也是勉强，好像可以哈。有一点点不知道哪里。对呀，是可以的。还有ayah itu， 好 Farius 可以。好，谢谢哈 Farius， 我kangen 好，平常好平常好。现在跟好，你说什么 Farius 你说什么？再改，请老师告诉我。那个刚刚那个我刚刚想说那个第二句第二句是我刚刚一个kaputian，这是对了。然后连着 kamu awawa， 这个中间应该加一个什么东西才比较有点是吧？好，孩子们，你去躺在床上吧。我刚刚一个kaputian， 我刚刚一个kaputian kamu awawa。可是我也想不起来应该要加什么东西。我刚刚一个kaputian，
度kamu awak 是加一个度哈，是不是？我kangen ika putian。kamu awak 这个句子哎。如果我是这样，中文的意思是什么？孩子们就是你们小孩去躺在床上吧。一般说法不是这样。高瓦刚刚我可是经常的前面已经有了，高瓦刚已经有了。阿爹，高瓦刚以卡布蒂安卡姆阿娃娃，这样就很顺了。第二句是这个，我感恩以卡布蒂安。不是，语序不太对，所以你就念这个顺。那要怎么说比较好？你们躺在机床用吧。我感恩卡布爹，我感恩卡布爹。然后那个后面还是kamu awawa。我感恩卡布爹，kamu awawa。我感恩卡布爹，好，把刘舍想到了。我感恩卡布爹，kamu awawa，不要一，这边跟一就有点顺了。我感恩卡布爹。就是你就躺在床上，那个平躺在床上，我当时平躺嘛。对，好，那就是我感恩卡布爹，kamu awawa，这个一不要哦，这样念会不会比较顺？我感恩卡布爹就是平躺在床上，kamu awawa，这样好像比较顺。好，修正。再说一次，我感恩卡夫爹那个一不要，你本来写我感恩以卡夫爹安kamu awawa，你可以加一啊，它的位置是在。我感恩卡夫爹。你要一在哪里？你就我感恩卡夫爹，以卡夫爹安kamu awawa就变成在床上。哦，我感恩卡夫爹，以卡夫爹安kamu awawa。那又再加，我感恩卡夫爹，以卡夫爹安是床上嘛哈，我感恩卡夫爹是平躺的睡，好，我感恩卡夫爹，以卡夫爹安kamu awawa，这样有没有比较顺？你们孩子要平躺在床上。哎，对，你们小孩要平躺在床上啊，对，平躺去躺在床上这样。瓦岗是朝上的，瓦岗什么不点上就是朝。好，这样。好。老师，老师是不是因为瓦岗是不能被动啊？因为它是摁嘛，它不能被动，所以它就不能用那个，就好像就变成你被躺。所以在这里，如果用我感那是命令你们要。我感恩南无阿瓦，我感恩南无我感恩南无以卡布蒂安这样，我感恩南无以卡布蒂安阿娃娃这样会不会？我感恩南无，你们要平躺。我感恩南无以卡夫蒂安阿娃娃，这样很像可以哈。我感恩我感恩南无以卡夫蒂安阿娃娃，还就是语序不对就会觉得很怪。好，那个法利奥斯，马等于都说，我感恩南无，还马等于都好，还能就很像有那个。老师，我觉得有点怪怪，是因为嘎莫阿娃娃是被命令要躺在床上，所以我才是用嘎莫阿娃娃，他们是被命令要瓦岗要躺在，所以我才会想说是用瓦岗那个好，那我是在前面把你们我感恩南无，你变成南无在前面哦，不是嘎莫了。我感恩南无以卡夫蒂安。啊，我这样语序就觉得就有点顺。好，大概是这样子。好，谢谢法利奥。好，有时候我们念的时候有点怪，可能有时候那个语序会有一点
有点不太那个顺。好，去苏贤阿里基苏多。还等一下。Ka iro i大国难，我写什么？他应该是跳掉。对，然后一路人嘎咕要想我，一路人怎么念？一路人嘎咕，一路人嘎咕。对，好，嘎一路一大国难，对，可以啊。一路人嘎咕要想我，好，可以，好。好，那个米粒已经修正了哈。好，米粒把那嘞。好诶，加福迪多伊马蒂尼，福迪恩多伊马蒂尼。福迪恩多伊马蒂尼，恩多。还多。还不咋多。Aray。好，那个法律师已经订正了，好，你念看看你订正的那个。老师，我是讲你说的那个我刚刚嘎夫迪伊嘎夫迪安嘎莫阿瓦瓦。哦，也可以，这样也是可以啊。我刚刚嘎夫迪伊嘎夫迪安嘎莫阿瓦瓦，好，这样也可以。我刚刚是说我刚刚嘎莫伊嘎夫迪安，好，这样可以了，这样也就可以了哈。我刚刚嘎夫迪伊嘎夫迪安嘎莫阿瓦瓦，好。你们孩子们好，要平躺在床上，好，可以哈，好，谢谢，刘老师订正了哈。好，再来就是，好，马上都好，我都给你好，那我就写下一句喽。好，祈使句的否定句哈，祈使句的否定，不要笑我的朋友啊，不要笑我的朋友。阿嘎嘎达瓦杜维桑努马哥。不要笑我的朋友，阿嘎前面加一个阿嘎就是不要，阿嘎嘎达瓦啊，多维上马过。好，另外一句是阿嘎达瓦恩不维上马过。好，前面加一个阿嘎。好，同样的上面的句子再加否定的句子哈，加一个否定的，不要阿嘎。好，再写一次看看哈。好。祈使句的否定句子。什么时候呢？去认识。好，祈使句的否定句子哈，不要笑我的朋友。阿嘎嘎达瓦杜维桑努马哥，或者是阿嘎达瓦恩古维桑努马哥。按照你的句子再写看看哦。
好，努马赫多给写在那个讯息栏号。好，我看到那个，好，拿高信息，好，拿高信息，好，翠云。Ya soal ko ani iloten kako atau haratangan kako itu aku mata maai sinsi 马上来。ya 要想我hanana你出现后你要想我senera haratangan kako atau iloten kako itu aku mata tulungai sana medisai ako 好啥？要想我，haratangan，elo是思念嘛，思念，对，所以这个在kako这个嘛大多拢爱。哦，haratangan 当然是比较那个，比较接近哈。对，haratangan 要想 haratangan kako sekitar kan。你对别人说买肉搞不给说啊，买肉，我对别人说我也想念你，希望别人想我的话，等人搞过这样。嗨，啊，什么？masa kisah？ masa kisah？ 要想我，真的要对人家讲。等人搞过要求别人要想我，等人搞过好一点。哎，对，那是要求。我说我对你很想念，你是买肉搞过几十万。好，是哈，好，所以有分哦，哦，係อะไร信息？在都係อะไร一起研究。信息，係。好，Mili。好，Apakah Pawan Talumak？ Aka Pawanan Talumak， 记得回家。好，谢谢。Aka Kapawan Talumak Talumak 这边加一个会比较。Aka Kapawan Talumak，Aka Kapawan Talumak。好，第二个是 Aka Pawanan Talumak， 这边就有加好，前面还是好。你后面有加达罗玛，记得要回家。好，谢谢米莉。好，订正了哈。我的字体连起来了，我要分开。对，要分开。我也在看。好，再订正一下，谢谢你。好，然后好，Farius ada kisah。Baik. Aka katawal tu fanak nu tatu Hasan。Aka tawalan ku fanak tu tatu Hasan。不要忘记祖先的知识。好，很好哈。Aka katawal 不要忘记tu fanak nu tu as 祖先的知识和智慧。好 ，Aka katawal tu fanak nu tu tatu Hasan。第二个是 Aka tawalan ku fanak nu tatu Hasan。好，很好，谢谢。不要忘记祖先的知识和智慧。好，打法纳。谢谢法律斯。好，美丽订正了，好，我订正好了，对，谢谢。10分。Aka Pawan Talumak， Aka Pawanan Talumak， 记得回家，家里有爱。好，
太好了。好，换美惠老师。好的。哎，那么个。嗨，其实都。阿家甲打老都投机。阿家打老温就投机。怕老板。不要怕老板哈。好，阿嘎打老都投机，好，不要怕老板。阿嘎打老温都投机，不要怕老板。好。然后好，那就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句哦。问句问人哦，问句问人哈。他说，好，这里哈，笑我的朋友的人是谁啊？是谁哈？主要是加一个是谁。好，他说，Cimakku matawai tu wisang numaku。好，Cimakku matawai tu wisang numaku。好，笑我的朋友的人是谁？好，Cimakku matawai tu wisang numaku。好，再写看看哦。好，那么前面加一个，你前面的句子再加上Cima是谁就可以哈。是谁在笑我的朋友？是谁？好，写看看咯。那个谁 ，Sandy 跟那个 Kelly 怎么都没有写了？你们 ，Sandy，now Zato speak iso。哎，闽南那麦嘎姑，还是啊？我在学。你有在写的？把它撒给iso。哎。好，把它的更多。Wah, wah aragon no miso sakako Sandy. Ajo Kelly，好。你那那说你就在私底下写哦。哎，挨多。好。好，看能不能问句这个地方哈。Cima只要前面加一个Cima。看你的句子原来是什么哈。好，Fadios 好，Mahrek tu kumiso 好，ada sausian ada aspen。还有是，Cimakku maidolai itakuanan，是谁想我？好，Cimakku maidolai itakuanan，好，是谁想我？好，很好，这样写对了哈。好，Cimaza 还第一分号。好，苏贤，嗨，Cimakku matawai tu wisang。怕老鼠的人是谁？好，很好哈。Cimakku matawai tu wisang，老鼠哈。怕老鼠的人是谁啊？wisang，老鼠好。
好，好，米粒，好，老师，我重写，应该我要马巴完奈，因为应该是这样，对不起。好，好，起码公马巴完奈啊，达鲁玛，谁忘记回家？好，谁忘记回家哈？起码公马巴完奈啊，达鲁玛，好，达鲁玛，好，或者是有地方写米努盖，好，回家米努盖，达鲁玛。好，然后awak tu好，我们就要往下哦。还在写的话也没关系。好，tulisan，好，等一下我们就导西minta好，继续写好。现在接着下一句是问东西哈，也是问东西。妈妈所笑的是什么？umaan是什么的意思？哈，umaan ku katawaan ni ina。妈妈所笑的是什么 ？umaan ku katawaan ni ina。umaan， 好，什么？好，前面加一个 umaan 是什么？好，然后跟 Sandy， 好 ，Sandy 阿弟少阿西本。嗨。Cimaku masalahkai imatini 是谁现在出去？好。Cimaku masalahkai imatini 不要啊了，这里不要啊，好。Cimaku masalahkai 是出去嘛，哈。现在imatini， 好，干嘛呢啊？好，点点。好，谢谢 Sandy。来，谢谢。来。Cimaku masalahkai 是谁出去了哈？imatini 现在，可以说现在出去的是谁？现在出去的是谁 ？Cimaku masalahkai imatini。所以中文那个是谁要摆在后面。现在出去的是谁 ？Cimaku masalahkai imatini 这样子，好，嗨，来，好，然后好，苏贤，其实都。Uman ku katalawan nulawawa。那个小孩所怕的是什么？umaan 好，谢谢。umaan 是什么？古katalawan 害怕的，nulawawa 那个孩子，所以他说那个小孩所怕的是什么？好，也可以说那个小孩怕的是什么？好，谢谢苏贤，好 ，Sandy L 订正了哈，好，很好。Cimaku masalahkai imatini 现在出去的是谁？好，谢谢 Sandy 订正了哈。阿来，谢谢。来，好，让好这一句而已哦。好 ，Cimaku 妈妈所笑的是什么？umaan 妈妈所笑的是什么？umaan ku katawaan ni ina。umaan ku katawaan ni ina。好，妈妈所笑的是什么？好，Fadios，ada kisah tu. Uman ku kapawalan at lemak isu， 你忘记事情了。很好哈。umaan 是什么？ku kapawalan 忘记的lemak 事情。好，isu 是你哈，你忘记的
你忘记什么事情？Umaanku kapawanan atmak iso， 你忘记什么事情？好，可以，好，很好。Umaanku kapawanan atmak iso， 好，你忘记了什么事情？好，谢谢 Falios。好，好，这一句哦。好，Umaanku katawaan ni ina。Umaan 是什么？妈妈所笑的是什么？好，刚法里又写说，Umaanku kapawanan atmak iso， 你忘记什么事情？好，我们再等1-2分钟啊，你让你离开好，好，再等好。好，好，看到了，好，你过情绪，好，你说，安古艾鲁拉尼法伊，你想念的人，阿姨想念的是什么？好，谢谢。我们安是什么？古盖罗兰想念的、思念的。你翻译阿姨哈，阿姨想念的是什么？我们按古盖罗兰你翻译阿姨想念的人是谁？如果是人是谁吧？对，我多写的人还对，那就是说阿姨想念的人是谁？不是是什么？想念的人是谁？好，然后好，哇，好，米粒，好的。Umaanku kapawanan taluma nuna wawa， 是什么让这位小孩忘记回家了？好，谢谢。好，Umaanku kapawanan 吧，是吗？对 kapawanan， 对。Umaanku kapawanan taluma nuna wawa